谢谢各位的掌声。哎呀呦哦呀，哎呀呦呀呦呀，哎呦呦呀呀。接下来的歌仍然是欢乐。刚刚蒙受祝福，因为嘎更是祝福的原因。早期阿美族传统社会用这样的乐器来报喜讯，嘿耶哟哟呀，欢乐颂更大的欢乐献给大家，哎耶，愿大家进入到欢乐的时分，大家要欢乐，嘴巴要多一点的笑容，嘿耶哟，嘿耶哟，别了干嘛？把这个。
西稍微向后一点，看到阿美族的勇士跟少女们在这里跳舞唱歌。如果各位有兴趣，等下也要唱歌跳舞。唱歌不难，跳舞困难，这个都没有关系。嘿耶呀，哎呦哎呦嗨，嘿耶呀哎呀哦嗨哟哎呀，嘿哟哎，准备好了吗？跟我点头一下，耶哎呀，哦哟啊哎呦厉害！这一支舞是来自我们阿美族传统的乐曲。这一支舞是要呈现给大家的是过去我们的少年要唱歌要跳舞，所以少女们就记录了这一首歌，要呈现给她自己的男朋友，因为她的男朋友到金门去作战了。这首歌在记录当时巴山炮战的一首歌，我们称为阿美山风，但是今天有诗风。耶哟，哎呀哟，喂啊嗨。
哎呦呀！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各位没有 uncle 的话，我们就要结束了。哎呀！因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卡根跟交响乐，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，我们就把它卡掉。哎呀，只会在那边偷笑，他就轻松多了。哎呦，我们的节目可以1个小时。耶呀！刚刚看到的这是舞蹈，因为为了配合今天的主题音乐戏剧舞蹈，所以今天的传唱完全是用唱的。Radio Hanida, Kero Hanida， 我的牛是拉努米达，我们萨米塞好萨图爱乌拉流，听得懂这句话吗？这句话是美语，美语，啊美语，哟呀，你们听不懂没有关系，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活该，耶呀，我呀。如果各位阿哥没有关系，这首曲目你们一定要听，仍然是祝福的歌，叫做祝福的音符。这里会听到各类的乐器在这里呈现，就是我们打它，让它发出声音。这个声音你们听到了，就是祝福。所以这首歌是祝福音符。嘿呦嘿呦嘿呦，我耶呀！我从哪里出去？耶呀，哎呀，哦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哦呀，巴马吉达。
位为了下半场，我们不得不谢幕。我们准备一下，哟哟哟呀！站在各位面前的这一群，恳切的希望各位祝福支持我们这一群团体，就是8月份要去爱丁堡，你们一定要募款捐款给我们，我们才能去。你们拍手就表示一定是捐款的嘛哈，一个人不用多了，1000、2000，今年就有20、30万的钱了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呀哟，无限的感谢各位对刚刚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下半场更精彩，我们期待5分钟以后或是10分钟以内进行我们下半场最精彩的交响乐的演出。谢谢，感恩，打好来。